烧麦无好喙，烧拍无好手，咱伫咧沟通的过程当中，常常无细力讲出歹听话。日本基金会推出着倒啊伊的好话牌，用52张好话来帮助大家家庭沟通、化解冲突。这花机版本呢已经出12年了，反应甲真好，也拍算在今年4月时阵推出台语的版本。小酒做伙算纸牌啊，这副牌毋是普通的纸牌，嘛是好话牌。牌顶面除了一般的数字、含图、梅、开、角仔才会图，也有印好话伫咧顶面。这副好话牌是日本基金会所推出的。因讲推出的目的是想要互父母和囝伫咧沟通的时，会当较接讲好话。华语的版本已经推出12档，反应真好。续落来要推出台语的版本。对伊来讲，用这个好话牌，伊就开始对伊的生活会当家己决定，要安怎甲囡仔好好讲话，好好斗阵。有的话是会当疼惜父母伊家己。阮内底有一句话，其实真古锥，吼好家在有我这个大条的。牌仔顶面的数字有分大细字。大字的边遐是好话，用来解说细字边遐较负面的话。日本基金会表示，因为台语内面的俗语较侪是歹听的话，所以台语版本的好话牌就用好话来解说迄句俗语要表达的意思。角仔色的第6张牌，面顶的歹喙是讲，叶仔无挽毋成长，囡仔无讲毋成人。这是台语在来就有的词语，台语的好话牌就是一个工具，来装备你好话好喙听囡仔才会词语，装备你的能力。日本基金会表示，希望家长会当利用52张好话牌来帮助家己教育囡仔。若是无囡仔的家庭，也会当使用伫翁仔某之间，透过讲好话来化解冲突。2月份台语版本的好话牌就要推出，用母语讲好话，感受好话的力量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